日月潭上邊最高嘅點，宏莊大師，睇下台灣嘅。呢度如果今日好天嘅咧，好清晰，但係有少少霧啊、煙霞啦，睇得唔係好清楚，係咯，都算 OK 嘅今日。好。你逗留，我思潮上，從沒再疑問，這個世界好得很，暑天該很好，你若尚在場。